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路，咁你會選擇邊條呢？有一條路穿越咗千年時光，連通古今；而有一條跨越萬里山海，絲路橫貫穿東西。有一條路包容多樣文明，源自中國，屬於世界。雲峰激盪嘅時代裏邊，日新月異咁變化。呢條路以和平同發展為路標，以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為基石，通往各國人民嘅幸福同安康。150幾個國家，30幾個國家組織。呢條路10幾年嚟，伙伴越嚟越多。一個個國家地標，一項項嘅民生工程，一座座嘅合作豐碑。呢條路20年成果日益豐碩，呢一條合作嘅鏈帶，亦係一條友誼嘅鏈帶。呢一條經貿嘅之路，亦係一條幸福之路。我相信只要我哋雙向而行，心連心，不抗拒，不停步，我哋總會迎來路路相連、美美共度嘅一日。一帶一路，我哋共同嘅選擇。